看到螃蟹在那边游，被绑起来在那边游，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会反刍，然后就想吐这样子。祝福你平平安安、舒舒服服，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祝福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秋雨的窗边。若是寂寞的时会当不想你。从一公布要在小巨蛋的这一件事情，对，几乎每天醒来都会有这件事情在你的脑海里。你都会想一下，然后再会想一下，对。你看压力有多大？那应该也有到没有睡好吗？其实我们本来睡眠品质就不好的人啊，现在有一个东西就放在心里面，反而就是我刚讲到醒来就是演唱会，就说啊要来了怎么办啊？天哪！我昨晚梦到川哥哎，你梦到川哥？我一定要跟他讲，我刚一定要跟他讲这件事情。你梦到川哥对你说什么？没有，我们好像不知道去哪边要看一个演出还是什么之类的。你看压力有多大？对啊，那一醒来就说哦，对哦，要演唱会啊，也一样，又一样，又同样一个循环。换一个循环这样子。你通常会想多久啊？每天早上醒来？因为我只要如果隔天有工作，基本上那一天就是不会睡得很沉的人，所以比如说5点可能会醒过来，想一下，好有感觉，可能就睡到差不多8点，然后又醒来，好，那想一下，看一下时间，还可以再睡一下，那又是睡。你要一路运动到2月，才会那时对，基本上我都会去跑。比如运动之前，就是要重训之前，我都会去，比如踩个脚踏车，结束之后就去重训。对，1个半小时。每天吗？之前有每天呐、那如果不行，至少1个礼拜你要空出3天要做这件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就你做嘛，而且就运动之后，你每次回到家，洗完澡就是比如说擦完保养品看一下镜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差，真的有差，就是会紧，会紧。所以喜欢自己紧一点。当然啦、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一忙累，你脸开始就是会有一些会掉下来，那个真的是你没办法。可是你运动完之后，它就会回升这样子。就直接往上。对，你看完就是你的线条出来。对，因为我很容易水肿的人。对，然后当我每次运动完看到线条，就觉得这个太值得了，而且就不用花钱的保养品啦。那你现在有在忌口那些，有演唱会准备？我现在开始吃素吃素吗？没有任何的原因。对，只是突然间就想要吃素。为什么？总有一个想法，一个萌念。因为那一天，就跟朋友去那个金山吃饭嘛。那因为金山不是靠海，就很多那种海鲜餐厅之类的。然后当时就进去吃完之后就出来。然后因为那个海鲜餐厅不都这么很牢啊，就会有那个水族箱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餐厅里面一对那个工作人员在那边抢救一只很大只的一只。那是石斑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对，因为它已经变抖了，然后就一直要把它救活这样子。然后我突然间看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然后又看到旁边螃蟹，因为我本身就不吃螃蟹，看到螃蟹在那边游，被绑起来在那边游，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会反刍，然后就想吐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要开始吃素？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也有对我吃素。对，只是那个感觉更强烈。